喂，死人面的，人家拢总是别管其为文的人性，有想得要甲我大毒枭起一个关家吗？唔敢信，你若唔敢在咧摆孔明我死后，我就要大动的咯。啥？喂，无反省的啊，死人面的啊！啊，你唔多是咯，我想验一下我啊，啊，我都巧去啊，你唔多我想一下，我死啊啦，我都要死啊，哎，因爷我几日我偏偏怎样行，啊，我唔煞无像其他人困衣裤寒衫的款呢，哼，又我哪算了？众兄弟士兵把他团团捆起来，哦哟，准备登梯间啦！三山当三道红，专门靠着英结会药物伫咧支持精神。现在药啊接落去，精神又搁饱袂咯。呀！金门府桂林山别杀人，一时所劫，大战就以三山三道红。现在三山三道红的药物已经食了咯，数据生冷，上多也无法突破了。你讲我这桂林山虽然不知哪个不晓，唔说也罢。甲掠等下雷公甲伊解冻啊，那个，莫甲伊伤杀去。掠等下雷公这个医生甲伊解冻就是啊。49天这般稳君主哦，伊就会变成正常的人。哦，你有自信呢？绝对100%自信。哦，安尼真赞。所以哦，你是天下名医啦，啊，天下名书就是摆孔明，啊，你是天下名医。这种陪神仙的关系，教士行事过时。这是什么人所下来陪？待我切开一看，大毒枭所派来陪神，伊讲这个甲咱跑马换将啊。跑马换将，我是啥话做跑马换将，我哪会听袂清楚哈？这个天下名士摆孔明重伤真严重，伫个半途要救伊啊，去互掠去啊，所以伊即马都是要用这个摆孔明来换这个三山甲三道王啊！你认为怎样？我想讲哦，两方面拢爱救啊，但是只会当解救因六个，袂当解救摆孔明，这是使人头疼的事啊！让我来想哦。摆孔明比这6个人较重要咧，啊！摆孔明啊是亲像一只马啦，若这6个人会亲像6只猪啊，啊！若死6只猪换只马吼，咱这边吼较有利咧，看对唔对？袂使安尼讲啦，你想看有啥物好办法？都先甲换转来这个拍算你咧。好啊，准备跑马换将。多谢教授你的救命，用真济精神解救恁6个人脱险。其实呢，卖孔明这个人应该也是该收徒得杀，不过用卖孔明，这当换恁6个人的脱险的。那，赶紧一人一包啊，这都是恁的性命。不，教授，阮即摆唔敢食迄啊，迄个雷公哦，已经敢解毒啊，阮的病患已经够好啊。是啊，阮大家即马已经这个运啊拢改掉去啊，即摆弃车归正，重新做人。你的意思是以后无要替我做工课咯？袂使，我要等下卖千草茶。
我袂咯，行人地，阮这么重新做人啊，无爱做杀手啊。果然如此。嘿啊。好，回去吧。哦，多谢教主，多谢教主。一种无利用价值的人，拢总该毁灭。无偌久，金龙所因众人会来围困着大毒门。来人啊！布阵仪态，救命啊！天下名士麦公明请了。哦，大夫，多谢你的解救，这条命送进战生了。啊，说什么多谢？这就是我的任务了。你为什么来去互这个怪龙所伤呢？是，我是去怪龙所伤无唔对，因为运命之神大战妖龙的时阵啊，我在旁边伫咧观阵。哦，你在旁边观阵，为安怎来受伤？因为我的躯壳伫咧关键而受伤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你这种人舍己救人的精神，实在是值得人的敬佩啦。也毋过我是咧关键而已啊！哎呀，磨者磨不熄，熄者不可磨。人的躯壳是大同小异啦，可是呢，精神甲胆魄就是格格不同啦。也运命之神甲麦孔明是同款的人啊！多谢，多谢你的夸奖。学海无边尽，虽说我万灵。光图文武殿，笔塔红顶经。半生为皇庭，可怜麦孔明。前世分未绝，敬爱修家人。哦，麦孔明啊，哼，你的伤魂是好，可是呢，这个心病可能较恶意哦。你知影我有心病吗？大夫嘛。那你也唔知影？你考得前《红定经》吗？《红定经》淡薄的研究啦。所谓《红定经》是有3中啦，分级7签在咧讲啊。5者中央之色，定者四方之中，就是指这个脑中、心中、鼻中为之红定啦。甲你看起来，你的脑真紊乱，心真暗淡，也鼻吐未开。哦，安尼唔煞无解安尼，要袂哩？你的耳还阁有咧输气，啊肝有伫咧运血，只是敢这脑啊，失去思考，失去智慧，啊脑较复杂淡薄尔尔。哦，先生啊，安怎意？你心情就面红吐血，烦恼不安，啊昏迷不省人事，也着用这个丹参生地丸子落去食吧。哦，迄个鼻吐袂开呢，腹肚会胀痛，呕吐食袂落去，啊无气力，也是浮肿。这就用扁豆冲出甘草落去服用啦。啊，可是这个脑的部分，这就牵涉到你所伫咧讲这首诗的尾句哦。哦，这首诗的尾句，甲我的身体哪有啥物关系？哪无关系？敬爱修家人，啊，修家的人，你搁伫咧甲敬爱，啊，就表示讲你的脑真复杂啊，真矛盾伫咧啊。所以先生有一个拍算。哦，先生，你有可能通医吗？有咯，哪无可能医？你若有可能医我？安尼就是天下名医，所以我天下名士也应该敬重你。无可能通医的话，你这个天下名医可能会去用下掉去。一个月来，甲你包医，多谢你。麦孔明啊，你就是脑复杂，也内心矛盾，所以你要传授你的徒弟麦王子的降龙之法，这迟迟拢未进步啦。无错，所以但愿先生，你华佗在世，路变众生，莫阁讲华佗，这个人是雷侯在世，所以叫雷公。啊，是啦。雷公在世，都望你拯救重生嘛。来哦，先生啊，哦，患者真多呢。哦，这是你的太太是？煞气，什么阮太太？要不叫你先生？啊，先生就是大夫嘛，大夫就是医生嘛。哦，我要来去看患者，啊，你家一个店家一万嘛。过时。行啦，行。确实天下名医，这个人确实天下名医啊。
朝王听着，大人有什么缺欠？首先，计划得要破这个大毒门啊，你要去卖千草地，要因一寡大毒门才派渡入来这树南所在。金王子率领大队，自将这温君主一网打尽。哦，我知，嘿，这简单的问题尔。喂，兄弟啊，你拢准备好啥？我要来去卖千草地，因这派人入客，请了。金王子别甲阳台3号，在。你随千草王的背后，埋伏在树南，将温君主一网打尽。阿刘真大条，嘿嘿，大人有何切欠？恁两人带着这刘洪严宵，往到南蛮地界，自将迎赤园这迎赤花一起放火焚烧，以断绝附近啊！哈，遵命，遵命了。奇怪呀！哎呀，怪奇呀！奇怪，奇。贵面啊，你是咧怪什么人？怪你啊！怪对本年的头上来啦。对啊，你无想当初时，你在王府内面啊，迄只妖龙在闹东欧，毁灭着干王朱典无的祖产。迄当阵你在吐露，就是我假面三郎叫你出来。为什么今日恩将仇报？一寡石头派互别人做，留我在这个所在，要做箭头。哎呀，王平啊，王平，你心肝偌一平，你叫我莫怪你失望哈？好啦，咱莫生气，即马要派这个工课互你做，你敢有我大人信任？啥物啊？难道我身躯这种营业上魂你捌听到吗？难道项梁赛3日你也捌听到是？哎呀，王平啊！好啦，安尼好，听我斟酌。在。即马这件工课就是最困难的，绝对无问题。安尼好，你要入去到这个大毒门的内侧，去掠这个大毒枭。听讲大毒枭四面拢有安机关啊，一人真阴险，功夫也阁真好，所以你都要小心啊！哈哈，上山擒虎，把落海抽灵筋，在所不惜，我去切了。大人啊！人不过下家，马不过李安呐，严守正气三庄，有事报我敌情啊！小虎，为什么秋索相离呢？贵人，我问心有愧。正义三庄之事，每人都为国家、为社会建立功劳，只有我做无出息，所以我愈想愈见笑。小虎，你一定要把握一个机会建功赎罪啊！可是大人无要重用我，我有一个唯一的机会，也想得要到高子国四座山来去掠干王归案，也毋过无要紧啦。大人虽然无甲你钦点。但是你忠心耿耿，若会当完成着这个使命，安尼大人你嘛是会欢喜，敢毋是？可是你单独得要到高子国，真是令我放心不下呢。哎呀，贵人，我自细汉独来独往，奔走江湖，还我伫咧惊什么嘛？干王阴险狡诈，恐怕你会再……哎呀，你意思是讲惊我搁再落入圈套室？我已经脱过美人关咯。贵人，你也得放心吗？皇上相公出门，唔免送。送君千里总是一别，世上无不散之缘。夫妻离开是暂时，我一定会领功劳转来。希望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贵人，过时咯。顺行，过时。望托天的庇佑，新结夫妻，庇佑小好，成功回乡里呀！哎呀，严守大道门啊！守你的交代啊，袂使困啊！我惊啊！是。全场给我！
咧卖千草茶。真嘴大。喂，卖千草茶伫倒位啊？你走，伫倒哪无看呀？千草茶，你走。随看觅，哇，真嘴大，随看觅，嘿，兄弟，随看。千草茶壶，提神解脑、清凉解渴的千草茶壶。一杯2仙，两杯4仙，三杯5仙。一个人啉2杯就好，唔通啉3杯，啉3杯会落屎。这，好，来。喂，阿伯啊，你名我几个，莫叫阿伯啊，叫阿伯上老啦。要叫啥？叫老乡。老乡，老乡爱钱，爱钱。卖仙草茶当然嘛是爱钱啊，真俗就对啦，3杯才5仙尔，你。好啦，我咪甲你交管就对。真赞哦，提神解脑哦，清凉解渴咯。老乡好野人哦。好野人，你搁咧卖千草茶？我你讲啦，我这为社会服务的呢，我存过了8万呢，你唔通看你们草草呢？我迄款钱啊，拢总是捐献互慈善机构呢。安尼呢，莫加讲话啦，总是甲你啉茶钱互你啦。叫我一个啦，总唔就咪总家包去啦，对。安尼呢？有喏，你叫我一个来，唔即系愈办易。兄弟啊，我来啦，拢来你包啊。中原的仙草茶真好啉啦，啉。哇，真努力，哇，我要较袂糊咧哈。一个人啉2杯就好啊，啉3杯梗会落屎哈。喂，我来呀！好呀！掌柜，弄把刷回来。讲呢，真气象哩咧，这拢嘛你会讲咯，无呀啦，迄种大家合作的，所以讲我咱团结就是有力量啦，我对唔对？这拢稳君子啦。你这老阿伯啊，你安尼卖千草茶，那我是为国家为社会啦，恁遮吼爱给你抓到正气山庄来去解毒，解毒，恁遮拢总骗仙，你看，规身躯闪琵琶，唔是阮练功夫练到怎散落无肉，莫小骗啦。这就是要救恁的性命就对啦，兄弟啊，拢总甲抓转去解冻啊，唔抓转解冻好点啊。安尼好，再进一步，我今啊搁再来去，去边过来甲引来，甲讲好啊，一尾妖龙伫这个所在，这个闹钟安尼一尾妖龙叫人担当3支卡，因这么好奇心哦，下尾想要来看这尾妖龙，先煞转来一猛拍起来，对。仙草啊，好啊，你头壳袂歹呢。疙瘩你真知，我来去。哎呀，暴地定势。我来了。怪人到位啦，提高警觉。参见乌头的，乌头的，你是专门伫咧卖乌药，攻击着乌云或者乌路的兄弟，难道唔是乌头的，无是虾米头？也会使安尼讲啊。你到底是叨一路？我闭路电视。闭路？捌听着。神秘的秘啊！神秘的秘，你是虾米派？乌派啊！乌派。虾米门？无门啊！无门？你没看是青面？头壳无门你无看？唔是，我是讲你是多一门路就对啦。普门？啥普门？听无心，你是这样？壁乌的甲壁白，白乌的合咧都是朴色的，所以我有得朴的。哇，那你镜头当的咯吼。你今日来的意思？要甲你拼，敢有影心？来提高警觉来。无啊，乌头的，你这边咧讲啥？你要跟我拼？唔是，我是讲要跟你合拼。合兵，讲好。阮遐个人拢讲合拼。合兵就是要来投效我的意思。对。安尼好，但是你的功夫唔知好啊歹，我要安怎来重用你呢？我甲你讲，你边啊这个南山的，
安尼实在真无样头。你做一个乌头的，起码两边爱徛两个大将军，这就是叫做左右翼。对啊，但是我旧年失去一个，所以即摆才剩一个尔尔。假使若有一个功夫，甲这个独君主祭天普5分的人，安尼就可以做我的左右翼。安尼好，我可以当你的左右翼啊。不过你的功夫，我甲独君主彼此较量，互你眼界啊。会用哩。我的身上有这种伤痕啊。过去的代志莫我讲起，恁两个君主会打斗吧？阿牛，我来领教你抓起。来吧。来。注意旋转剑，我的旋转剑会教咯，搁再教，唔通我教着，我教着你会真受亏咯。啊！你真残忍！君主伫咧拼斗，啥物两支脚拢我教好长。哪有法度？啊，功夫歹准斩了。也当要烧两个，当结局嘛是我剩一个。哈哈，你困懵困，则唔通面梦呢？你意思是？意思就是要来杀你咯。啊！要来杀我？哈哈，懒散，马虎虎，今日我这个白头拼你乌头的，为你是变我梦啦。对。贵宾三龙，大道晓落爱人，两人各点绝技，一触即发。另外，这边青海江的公主得意的文人吴心少，在中岛的所在，等候这边拍死阎王师夺取神秘的观察。哎呦，气氛无办法赞哦，很有味哦。哇，小伟，哦，吴心少，你咧边款拍衫啊？伫咧拼路的，兵器灌溉咧开的，杀落！哦，真赞，这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！杀落！稳跳的。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。